始今天的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得着平安。今天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圣殿，就是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敬拜你。求主差遣圣灵，就是内住在我们心中的灵，运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心得着保守，并且将我们内心当中你所不喜悦的一切事物完全挪去，帮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与你交通。我们求主在整个礼拜当中掌权，同时我们也将今天早上敬拜服事的同工全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不论是敬拜团带领敬拜赞美，或者是诗情诗会传讲信息，主你都与我们同在，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让我们的教会更合乎你的心意。主啊，同时我们也将台湾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保守眷顾，引导前面的道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能一同聚集敬拜我们的神。经历好几个月的疫情警戒，大家的生活一定都大受影响。但越在患难的日子，越能看出神的大能、荣耀与恩典。现在邀请大家一同起身，同声开口赞美，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合一敬拜，地上。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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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是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弟兄姊妹，我们用更热切的心来继续我们的敬拜，求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啊，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世界的中心。
信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在这代降节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花一点时间默想、思考代降节的意义，同时也请各位弟兄姊妹一同开口，求圣灵亲自带领，为着我们身边需要的人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再感谢你，每一次独生爱子耶稣来到地面。就在这个时期，我们欢庆圣诞，同时也期待着救主能再次来到。求圣灵亲自动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身边人的帮助。让我们将主你来的福音向他们分享，使他们得到我们的恩典，非常的圣洁，受到影响，求你使他们生活平安度过。让我们大大张口，求主大大充满。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不求天窗打开，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啊，你大能的恩膏如雨浇灌在这土地上，保守看顾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有你的应许，你的保护，我们的人生路就是一条充满着盼望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
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是，这真是恩典之路。在这个待降的节期，同时也是感恩的时节，我们内心充满盼望，充满感恩。这时，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苦难的环境中仍充满希望。求主时时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力量。这2年因为传染疾病的关系，让许多人彷徨不安。求主亲自安慰。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付出更多的爱心，关怀身旁弟兄姊妹的需要，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从主你来的恩典。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主内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现在请安静心，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有两节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6章12到16节。路加福音书第6章12到16节，另一处是马太福音书第26章14到16节。马太福音书第26章14到16节请先翻开圣经现代中文译本新约部分第102页。路加福音书第6章12节，有一天，耶稣到山上祷告，在那里整夜向上帝祈祷。天亮的时候，他叫门徒到他跟前，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14节，他们是西门，耶稣又给他取名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那激进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成为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再看另一处的圣经马太福音书第26章14到16节，请翻开新约部分第46页。马太福音书第26章14节，当下12门徒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上帝赐福所有听他话语且照这样去行的人。今天本堂的蔡正道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加略人犹大第1讲，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原本名列在12使徒当中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他被除名的一个悲剧人物，叫做加略人犹大。在圣经人物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信仰很好、很纯正的人，这些人值得我们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在圣经人物当中，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他们的生命失败了，都值得我们去警惕。我们今天要看的加略人犹大就是其中之一。那今天同时也是代降节的第1主日。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悲剧人物这个犹大？其实牧师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代降节期其实也是一个反省、悔罪的节期，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节期。因为一旦我们清洁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可以欢迎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提到了这些圣经当中的失败人物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加略人犹大。我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有份于你话语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要聆听你的话语，并且要思考如何将你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此刻，主啊，我们用敬虔的心向你恳求，恳求您赐下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并且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灵。也求主赐下信心，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看加略人犹大哈，犹大这个名字本来是一个在犹太人当中非常通俗的，我们说台语叫做菜奇亚米啊，就是很通俗的一个名字。因为新约圣经当中至少记载着4个名叫犹大的人，其中2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当中是12使徒的名单当中，我们注意看的话，就是有2个犹大，一个是雅各的儿子犹大，他又叫做达太。那另外一个就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其实上次牧师跟大家讲过哈，多马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多马的意思是双胞胎，对不对？那多马也有可能叫做犹大，为了做区别，所以才称他做多马。那第3个哈，有铭文记载的第3个犹大是，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15章，在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有派遣一批人到安提阿教会，这群人是使者，其中有一位叫做巴撒巴的犹大。那另外，耶稣的兄弟当中有一个叫做犹大的。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位耶稣基督的兄弟犹大，可能是新约，我们新约里面在启示录前面有一个叫做犹大书的，可能是犹大书的作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犹大其实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名字，很多人都叫做犹大。但是很快的，犹大这个名字就从人类的历史当中绝迹了。后来的人几乎不会有人的名字叫做犹大，因为没有人生孩子把他取名叫做犹大的。为什么？问题全是出现在这个加略人犹大身上。这边说加略人犹大哈，加略可能是巴勒斯坦最南端的一个村庄，它跟这个以东地的交界的地方。我们要理解圣经当中，耶稣跟他的其他的门徒哈，都是加利利人，唯独这个犹大是加略人，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那犹大这个名字哈，其实它的意思本来很好，它的意思是赞美或是受赞美的意思。但是如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却成为一个咒骂的代表。在英文的语句当中，犹大甚至成为一个名词，就是跟叛徒这个字是一样的。那又有一句英文常用的话语哈，叫做犹大之吻哈 ，a Judas kiss。这表示什么？表示一个人表面很热情，但是心里面却不怀好意，所以就是翻译作成语就是笑里藏刀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英文的用词？都是因为这个加略人犹大做了使犹大这个名字蒙羞的事情，他出卖了耶稣基督，他从一个使徒变成为一个叛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的生命这样的悲惨，他原本是一个受重视的、受重用的使徒，后来却变成一位背叛耶稣卖主的叛徒。但是虽然是如此，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警戒的地方，所以牧师要用2周的时间一起来面对他的生命问题。他的生命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罪的人的生命问题，是你我的问题，我们要仔细的来领受。首先我们要理解牧师首先跟大家分享，其实犹大其实是蒙恩的一个人。看了这样的小标题，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牧师你打错了投影片，
犹大这样一个悲惨的人、悲剧人物，怎么可能是蒙恩的人呢？但是牧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如果你活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而且又亲眼睛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亲耳朵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样算不算一个蒙恩的人？当然算了。如果你又有幸亲身在耶稣基督的旁边跟随去学习，每天都跟着耶稣基督在一起，这样算不算蒙恩？当然算了。如果你更有幸运的让耶稣在众多门徒当中拣选当作使徒，这样算不算蒙恩？当然算了。所以犹大其实是一个蒙恩的人，但同时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却沦落为最悲惨的人。为什么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一般人都喜欢问牧师一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会拣选犹大这样的人？主耶稣为什么会呼召犹大？为什么拣选他做使徒，然后来出卖他？圣经当中没有说原因，也没有记载犹大被呼召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拣选使徒是经过祷告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说，那时候耶稣要拣选12门徒是非常慎重的。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而且是整夜祷告，通宵祷告上帝。然后到了天亮，他叫他的门徒来，从这些众多门徒当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做使徒。那这12个人的名单就记载在后面，有西门彼得，有安德烈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所以我们理解说，耶稣拣选这12门徒是经过他跟上帝交通，而且是彻夜的祷告。那有些以前有些学生就跟我开玩笑说，牧师这样通宵祷告可能不太好啊，效果不好了哈。通宵祷告选12个人就选出一个卖主的人，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理解，耶稣是很慎重的选这12个人，选这12个人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包含这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耶稣可能一开始不知道犹大的为人，没有调查清楚，所以才选出这样一个出卖他的人。但是事实上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64节，记载着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所以耶稣就知道，耶稣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卖他。那为什么犹大会被呼召呢？我们要明白耶稣呼召人做门徒，不是因为看这个人很好，这个人没有缺点，这个人完美无瑕，这个人很好，所以才选他做他的门徒。不是，耶稣选召门徒是出于他的拣选跟他的恩典。他呼召犹大跟呼召其他使徒一样，没有计较他们的缺点。耶稣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成为忠实的跟随者。而且每一个使徒几乎都有失败的时候，只是犹大的结局不太一样。这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耶稣所拣选的使徒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耶稣就是从这些有罪的人让他蒙恩，有机会让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你看耶稣拣选这些使徒，马太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边指的使徒是谁？是12个人，不是11个人哦。犹大也包含在其中之一。马可福音书记载说，门徒就出去传道，
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医治好他们。这边指的是12个人，包含犹大。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犹大出去传福音而领受了福音的信息。所以犹大被呼召，其实不是要卖主的，他是要做使徒，要传福音的，这是他被呼召的原因。但是犹大却没有珍惜这样的恩典，他虽然蒙恩，但是却没有活在恩典当中。神给他机会，但是他的心被魔鬼占据。耶稣的呼召是真诚的，但是犹大选择背叛的路，这值得我们去警戒。犹大本来也有机会，像其他的使徒也失败，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也都跑掉了，甚至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他们会回转过来完成他们的使命，而犹大没有。犹大本来也有机会可以跟其他的门徒一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成为神圣的使徒，得到永远的福分，但是他的结局却是如此悲惨。他给我们2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珍惜宝贵的恩典。犹大的受造给我们很大的反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像犹大这样一个蒙恩的人，但是他却没有珍惜这样的恩典。他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作所为，他也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但是他却失去了这样的恩典。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明白他所带来的福音，我们都是蒙受恩典的人。所以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我们就应该接受而且珍惜这样的恩典，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虽然我们的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并且持守这样的恩典。再来，在犹大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轻忽罪的力量。我们看到罪的力量是何等可怕，我们绝对不要轻忽它。当耶稣在传道的生涯当中，他呼召了12个使徒，组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团队。这时候犹大跟其他许多的门徒都一样，跟耶稣基督朝夕相处，不管是公开或是私下，跟耶稣都有许多亲密的交通。而且他很特别，他被耶稣拣选出来管理团体的钱财。我们想想看，一个人被选出来担任财务总管，这应该是值得大家所信任的人。他本来是应该是最忠实的核心分子，但是他的心却被罪恶所捆绑，被罪恶所影响。不论犹大卖主的动机是怎么样，他都是受到罪恶的捆绑，到最后无法控制，就陷入罪恶的深渊。所以罪恶的力量是多么可怕，可以让一个最亲密的学生成为出卖你的叛徒，可以用一个最尊敬最高贵的亲吻变成为一个背叛的记号。这就是罪的力量。犹大蒙恩却没有在恩典当中，是由于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当中有许多导致他沉沦的因素。所以接下来牧师要分2个礼拜来看犹大本性当中的4个问题，就是贪婪、野心、伪善跟背叛。其实这4个问题也是我们本性当中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试诱，面对贪婪的试诱，面对野心的试诱，面对伪善，面对背叛。
我们要透过犹大的失败来警醒自己。那今天我们先把焦点放在第一个，就是贪婪，他的内在问题。他的本性当中拥有贪婪，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当中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圣经在形容犹大的时候这样说：因为他是贼，他管钱，常盗用公款。他是在门徒当中受到主耶稣基督所看重的人。圣经中说，他被拣选出来管理钱财。我刚才说过，他可能是整个耶稣基督布道团的会计，管出纳，很方便接触到金钱。可是我们知道他手脚不干净，常常利用职权顺手牵羊，偷走公款。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他提到了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他去跟祭司长说要卖耶稣，可以得到多少钱？他们给他30块银子，他为了这一点钱出卖了耶稣。所以从这2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本性当中充满了贪婪，特别对于金钱的贪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金钱上面要特别小心，因为金钱是一个虽然是中性，但是它有致命的吸引力。有些人为了追求钱，常常被金钱所捆绑。在圣经当中，原本钱财本身没有罪恶，但是因为贪婪的缘故，贪爱钱财的缘故，就产生了罪。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提醒提摩太，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要注意这边圣经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他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哦，他是说贪婪钱财，贪婪是内心极大的问题，也是使我们堕落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把那个焦点集中在根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根源，就是我们内在影响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价值观。这个根如果产生贪婪的话，贪婪的人就是以自己做中心，他会爱自己，会爱钱财，会爱世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怎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告诉我们说，自然界当中有一个真理是：你种什么就得到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子种下的时候，生根了之后，就预言未来产生的结果。台湾话有一句话说：“人哪衰种卜啊生菜龟对吧？”没有这回事啊，种卜啊就生卜啊，种菜龟就生菜龟。这是自然界的定理。你种下什么，产生根就结出什么果。我们来看，如果你种下的是贪婪的根，我刚才说过，贪婪就是以自己做中心嘛。这种人就是会过分的爱自己，过分的爱钱财，过分的爱世界啊。我这边有强调过分啊。如果一个人过头了，爱自己过头了，爱钱财过头了，爱世界过头了，贪婪的结果就结出了，就成长成一棵树，就会结出果子，就会结出说谎欺骗的果子。因为有些商人，他为了要贪爱钱财，
他就用欺骗的手法，那可能会结出什么果子？结出自私的果子。他只看重自己嘛，就结出自私的果子。那接着会结出什么果子？会结出放纵的果子，因为他贪爱这个世界，想要尽情的挥霍在这个世界的享乐当中。他会结出什么果子？会结出骄傲的果子。贪财的人，他拥有钱财之后，他就想要依靠钱财，不想依靠上帝，就骄傲了。他会产生什么？邪恶的结果。我们知道，一旦一个人贪婪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许许多多邪恶的事物。那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生命的成果，生命的结果。而且你要知道，根是充满力量的。我这边有2张图哈，这2张图，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景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是在台南安平的树屋啊，大家如果曾经去过的就知道哈，它本来是台南的一个古迹，叫做德记洋行的一个仓库，后来战后改成台盐的仓库，后来就被废弃不用了。就经过50年之后，都没有人去管它，就变成这样子。可能有鸟把那个树的种子叼过来，放在这个房子上面，结果这个树根就缠绕了整个房子，就形成了这个模样。你要知道，如果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特别是这种根它用很强的力量抓住这个墙。如果你要这个时候才要来除根，就只有把这个房子拆掉了，整个人都毁坏了。所以根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迫害。我们看第3张照片，这是一条路，我们这柏油都铺得厚厚的，对不对？很结实，看起来都很平，对不对？但是根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它长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破坏这么坚硬的一个土地，浮出来，造成路的破坏。所以根在它小的时候，在它还没有成长的时候，你就要把它除掉，不然就会产生破坏的力量，我们整个人生命就败坏掉了。所以我们再回到第1个图，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根还没有成长之前，或是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就要转换。根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祈求上帝改变我们的根改变我们的信念，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第1张图，对不对？贪婪产生的果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可以从根救起，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把贪婪改变成真爱。你原本是爱自己、爱钱财、爱世界，你现在让上帝去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就开始学会去爱别人，学会开始去爱上帝，学会开始去爱分享。这时候果子就改变，根改变了，果子就改变了。你就会从邪恶变成为良善，就会从欺骗变成为诚实，就会从自私变成为分享慷慨，就会从放纵变成为对罪恶的事情节制，就会从骄傲转变成为谦卑。所以根一旦改变，我们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看犹大，因为贪婪，他被贪婪的根所束缚，这贪婪的根在他心中滋长，而他又拒绝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更新，就结出了生命的恶果，这就值得我们警惕。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今天是待降节的第一主日，我们点燃第一根蜡烛，代表着希望。我们同时也在这个时刻我们祈求上帝把我们心中当中不好的根除去。待会牧师要替大家祷告，在牧师为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一下，你心中当中有什么样上帝所不喜悦的根，它快要在你的心中蔓延了，将来可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我们这个时候来求圣灵帮助我们，挪去这些不好的事物，去除掉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滋养出好的根，我们生命就结出好的果子。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牧师要准备为大家来代祷。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内心当中存在着许多的疑惑，或是你内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挣扎，你特别需要别人为你代祷的，你可以这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来服侍。需要祷告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生命当中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境，或是你面对病痛，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团队就会为你祷告。这时候上帝的灵要帮助我们，我们中间这边有姐妹，我们请服侍的，你一直举着，有人在你身边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再放下来。需要人家为你祷告，你就举起手来。其他的人，我们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他所不喜悦的事物挪去，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所赏赐一切的恩典。我们安静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恳求您差遣圣灵叫醒我们沉睡的心灵。我们恳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心中所有你不喜悦的事物。主啊，我们恳求您帮助我们，从爱自己、爱钱财、爱世界，更新转换成为爱别人、爱上帝、爱分享，让我们的生命就结出好的果子来荣耀你。主啊，求你与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同在，亲自挪去他生命当中的苦处，帮助他们有信心依靠上帝去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们同时也将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亲自赐福，你降下大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让我们活出荣耀你的生命。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蔡牧师的勉励，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请起立，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乃是出于你无限的恩典。我们愿意在生活中以奉献作为我们感恩具体的行动，求你悦纳。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主日是代降节第1主日，请点燃第1根紫色蜡烛，代表希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与盼望，让我们在这代降的节期，透过读经、祷告，日日与主同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主福音。本年度的圣诞节庆活动刊登于周报内第13页，请大家一起关心、参与、代祷。本日为本会所定的感恩节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为教会事工感恩奉献，让我们时时数算主恩典，日日分享主慈爱，并透过我们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林义安小姐与黄伟胜先生定于12月11日下周六下午3点，在门甲教会门甲长老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莅临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有一个特别的事工，就是台湾音乐史上的新发现高约娜的交响诗讲座，时间是在12月5号。星期日下午的1点，在9楼的联谊厅。本会又有请向郭宜兴干事报名。另外，牛埔庄委员会消息，12月份牛埔庄有举办了特别的讲座，第一个是12月9号的礼拜4的晚上7点，讲员是赖清德副总统，在10楼礼拜堂。另外一个讲座是12月11日礼拜6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题目是解密风暴与转型正义，长老教会的监控档案及因应之道。这2个特别的讲座都需要报名，请向办公室徐主任报名。另外，中保代祷的事工已经从11月份开始，需要的兄姐可以填写代祷卡，投在7楼跟10楼的代祷箱里面。代祷的同工会帮大家代祷。另外，有一个双联安养中心的消息，要请大家一起来为这个事工推动。就是我们的台新银行有一个慈善基金会，就是投票，现在已经有1300多票，但是它达标是要1800多票，就是还欠500票，
所以请大家周报里面的 QR code， 或者我们在1楼有 QR code 可以扫进去，然后共同来支持我们的安养中心为长辈的吞咽的照顾的事工。另外还有查经班小组团聚的聚会的信息，请大家踊跃参与。现在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牧师来介绍你们。好，我没有哈。那牧师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圣诞节期、待降节期，还有圣诞节有很多的活动，包含有很多对外的讲座哈，都欢迎大家来报名、关心、参与。那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保守。